乡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总统蔡英文昨接受邀请，伫美国华府的智库开视讯会议，用录影发表演说。咱总统蔡英文伫演讲当中是强调讲，咱台湾徛伫捍卫民主价值的上头前，面对中国的威胁，咱会甲理念相歪的民主国家做伙团结面对挑战，维护咱台湾的民主甲自由。 总统蔡文12暗时9点，应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甲美国进步中心邀请，伫视讯会议中，以保卫台湾作为印太区域自由的堡垒为题发表演讲，讲到疫情除了对经济造成冲击，也带来广泛的政治效应，其中就港版国安法对香港的冲击。We recognize the bravery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Earlier in Jul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urned out to vote in primary elections, despite the significant actions that have been taken to discourage them from doing so. We also se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having an obligation to speak out and act against the demise of Hong Kong's freedoms. 总统也学到美国、英国甲其他民主国家的做法，呼吁更较侪理念共款的国家勇敢站出来。作为代表萧美琴也参加这场会议，蔡文阁强调会秉持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些原则，维持两岸互动。也讲台湾致力提升国军效能，就愿爱争取理念接近的民主国家支持。In my second term, I will continue our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Foremost among my priorities is to establish a constructive security relationship built on the clear understanding of our shared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伊指出，目前台美关系真亲密，也看到美国对欧洲、亚洲甲非洲等地对专制政权挑战的警示。不过，就伫美国卫生部长结束访台行程，中国外交部伫记者会上阁强烈批评美国。我们再次正告美方。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以任何借口搞官方往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一些人切勿心存幻想和侥幸，玩火者必自焚。 佮批评美方官员急迫操作，佮一摆证明伫因眼内美国人民的性命甲政治势力比起来无值钱。佮强调美国疫情发展已经失控，向加甲阿扎尔部长有直接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其他消息来关心，和香港警察抓起的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昨早已经互放出来呀。昨中昼，伊就登去香港的苹果大楼上班。伊讲，伊会甲苹果日报继续经落去，绝对袂互香港人失望。咱总统蔡英文嘛，搁一摆向中国发声，爱中国政府甲香港人对话，安尼才有法度解决争议。港版国安法实施了，被外界叫做“拜控大抓捕”。 亚洲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前香港政治成员就庭顶10人已经交保。总统蔡文12个谴责中国方面，佮表示政府会信守提供香港人援助的承诺。我要再一次的严重呼吁北京当局，当人民群起抗争，政府应该要想办法和人民沟通，解决争议，而不是压迫人民，剥夺自由和人权。 第11透早，以新代表差不多190万上万被交保的黎智英，先伫推特以英文感谢国际社会甲朋友的支持。昨中昼照常到香港苹果大楼上班，受到员工献花欢呼迎接。伊甲张建鹏一前人做伙，佮强调苹果会继续支持落去，袂互香港民众失望。我好彩冇俾佢整到上大陸，所以 OK。 香港人也真支持，不止发起将苹果日报卖了了活动。黎智英彻查被抓了后，一团媒2天的股价都大起11倍，引起中国关注。香港证监会也出手，11暗时发声明警告。 昨黎智英交保了后，一团媒的股价升起后落。虽然港媒指出，黎智英案件并无交由港版国安法通过了后，新设立的中国驻港国安公署处理。不过，机构12公开表态支持港警对黎智英等人的拘捕行动。外界解读北京真可能干涉这案件审理。不过，根据港媒《星岛日报》报道，周庭被控伫网络上营运，我被蓝草组织推动外国政府制裁香港。黎智英是被怀疑向
向这团队提供900万港票的资助。况且内地的部分财产已经被冻结。新土日报也报道，内地计划以港票133亿卖出一栋工业用途的大楼。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向前，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黎巴嫩贝鲁特因为港口放2000吨的硝酸铵发生大爆炸，真侪国家赶紧调查家己的港口。南韩的富山港嘛有1240吨。若咱台湾去查，发现基隆港有11个货柜，台中港有28个货柜，高雄港有14个货柜。港务公司已经通知主人赶紧甲伊刷走。来关心中国时报，军中国爆发强谍案。陆军八军团有一个中校涉嫌利用手机偷翕汉光演习的证据，要卖给中国。手机好加在伫金门巷扣起来，证据并无外泄。来关心联合报，文化部昨昏时表示讲，艺放馆2点控，8月底阁有一波。若这届是针对身心障碍者，也阁有85岁以上、18岁以下的民众才有资格去登记，了后会用抽的。第2波有60万张，一张600块，会当用到明年的正月。疫情指挥中心昨昏宣布讲，咱国内阁加一个对境外入来的确定病例，是一个50多岁的查甫人，伊去菲律宾出差，返来台湾了后，互验出病毒。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个案，伊是为菲律宾返来台湾50多岁的男性，今年6月2日去菲律宾出场，7月2日到2日之间出现走目甲胃寒的症状。家己买药食了后，症状有较缓和，毋过8月初8开始又阁开始胃寒，同一天中昼因为规个人真懒，阁去买药食，无去互医生看。7月返来台湾入境的时阵有主动通报有症状，了后12日确诊，目前住院隔离治疗当中。个案单机时有全程佩戴口罩、隔离衣、护目镜及手套，未取下口罩用餐及饮水。入境时主动通报曾经有症状，那于机场接受采检后到集中检疫所。那11日集中检疫的期间仍出现腹泻的症状。指挥中心已经掌握到接触者拢总18个人，其中2个人是做伙返来台湾的同事，5个人是共班机，头前到后壁2排旅客，拢在做居家隔离的对象。目前菲律宾疫情还阁咧压悬，除了针对菲律宾入境的人爱做普遍体检，为10日开始，嘛进一步实施集中检疫14天。第一天头一架为菲律宾飞来台湾的菲律宾航空 PR890班机顶悬，敢若有3个乘客，因全程拢有挂面罩甲喙罨，完成采检了后，坐防疫客运车去检疫所。我们台湾的疫情好像大部分都是由境外移入的比较多，如果在边境这边就先做好把关，我觉得应该会对国内的疫情有帮助。另外，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为13饭店开始开放2岁到6岁，中国籍配偶的后生查某囝会当申请入境，而且爱有父母陪同。入境了后，爱依规定完成14天的居家检疫。有的资料的人数大概是532人。那本来不能够回来的父母陪同的增加的大概68人，大概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就是6岁以下的陆籍子女可以到台湾来进前开放2岁以下中国籍配偶的后生查某囝来台湾，一定爱有居留证。指挥中心记者会第一时间嘛表示，爱有居留证的才会当申请入境。不过，伫咧教育委会沟通了后，尾手是甲居留证这个条件移除。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昨昏嘛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要开放2岁到6岁中国籍的配偶生的囝儿会当申请来台湾。中国籍配偶的后生查某囝，也就是小明，敢会当开放来台湾，一直有争议。民间自救会几啊届抗议，希望行政单位斗3天，互因返来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13开始开放2岁到6岁，中国籍配偶的后生查某囝会当申请入境来台湾。毕竟法律变数还是本来就是需要能够回来的。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政府对于这些小朋友可以开放15岁以下的这些陆籍及相关的这个子女他们可以直接向移民署来提出申请，也都还是必要进行这个14天的一个检。2岁到6岁中国籍配偶的后生查某囝总算会当返来台湾，不过6岁以上的要是调伫咧中国，搁半个月就要开学，嘛互家长真烦恼。可小者有一个国中1年的查某囝，原本伫咧台湾读册，新正去中国探亲，却因为疫情调伫咧厦门半年外，国中1年下学期的课程完全冻点。
囡仔伫咧中国无学籍，敢若会当靠科小者寄台湾的课本去互家己看。所以没办法读书，这半年来，那我就是让他去学一些课外的，比如说学画画、学游泳的，是这样子。因为他国中1年级下半学期等于没有学分了，这样会影响到他的国3的会考成绩嘛。学校也有答应我会帮忙的这样子。9月就要开学啊，真侪家长烦恼当咧升学阶段的囡仔，袂赴赶倒来台湾，升学会受到影响。陆委会表示，其他年段的学生后一个阶段会阁会同教育部规划甲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明仔太平洋高压症预告增强，各地各登去到标准的热天的天气啊。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天气稳定，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只有伫东南部偏乌有零散的低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过到了后，伫南部抑个各地山区会落西北雨，嘛爱细日上大雨。伫温度的方面，各地温度回升，高温是32度到35度。若大台北的盆地搁较热，气象局有针对大台北地区发布高温特报，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6度以上。天气这么烧热，乡亲一定爱加啉水。若要食水，无一定爱去买便的。即摆有一个 APP， 名号做红茶。若甲点开，民众就当知影讲，倒位有免钱的水，会当去入，会当去滴水，方便省钱，而且嘛袂制作塑胶粪扫。环保署门口一台饮水机开放，予所有经过的民众来滴水。正式启用第一天，就有目睭尖的外送员骑车经过看到，马上停来装，一直讲有够方便。尤其像我们这种在跑外面工作的来讲，会更方便。对，因为要不然你到便利商店买水的话，其实除了你要自己花钱之外，你也是制造垃圾。环保署响应民间已经建立的饮水地图式红茶站，民间团体发现，佮安怎净滩嘛是有扣袂了的保特瓶，所以决定开发红茶 App。每盒愿意家己准备茶果，佮有愿意合作的店家，民众拍开 App 就能就近找到红茶站，店头会当免费增加曝光度，甚至付钱做更较侪宣传。我今天去买一瓶水，可能15块，但我愿意去找水，这样的一个价值，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导流的方式，让更多的一个好的店家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被看到？目前已经有6000多站，不过水质拢会当确保吗？它一定是烧过了，它是烧开的了，它是烧开水，所以开水基本上它比较不会有问题哈。但目前还无机制会当确保店头一定甲水煮滚。不过响应加入红茶站的迪化街商科促进会表示，无人想要红茶佮放出问题。最近天气热佮加上疫情，因着改立店来提供，无佮像过去放伫门口，互人家己客。我们有考虑到民众的安全，而且不要说好意变成一个负担。环保署指出，若40万人一礼拜减买2罐瓶装水，规年会当减少1%使用量，减碳效果相当2.3座大安森林公园，所以会继续推广更较侪公司的机关加入，希望到年底会当增加到12000站，密度会超过4大超商的总数。记者林丹碧如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案例，咱台湾目前是481例。伫中国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有4000多例，日本已经超过5万例。即马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535万例，巴西超过310万例，印度超过232万例。还有最近疫情变较严重的南非已经有56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是超过37万例，英国超过31万例。俄罗斯正式宣布讲，因研发出全世界头一支武汉肺炎的预防车，也毋过国际上拢无爱信，嘛怀疑伊的安全性。那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是替俄罗斯讲话，伊讲伊相信这档预防车一定是安全的。若是有预防车，伊一定自带性。俄罗斯总统普廷10日透过内阁视讯会议证实，俄罗斯卫生部已经批准全球第一个因家己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而且伊其中一个查某囝已经大生子啊。除了注两下了后有小可发烧以外，效果是袂歹。Второго укола, второй прививки тоже температура немного поднялась, ну и все сошло потом на нет. Чувствует себя хорошо и титры высокие. 俄罗斯以前苏联时期的人造卫星史普尼克5号替这个疫苗号名，
而且讲有超过20个国家决定疫苗，拢总注文的数量达到10亿剂。12就会开始第3阶段的试验，按算疫苗会当伫9月开始工业化的生产。也若注文这批疫苗其中的一个国家是进前捌甲中国请求摕疫苗优先权，嘛是亚洲目前疫情第2严重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地11表示，伊完全信任俄罗斯疫苗的安全性，摕到疫苗了后，伊会成就来互民众放心。Yung doktor nila o doktor natin, ako ang unang magpapakuna. Tignan natin kung pwede ba. Kung pwede sa akin, pwede sa lahat. 针对俄罗斯这个疫苗，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任何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疫苗，拢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制度。也若德国专家强调讲，俄罗斯这个疫苗第3阶段还未完成，而且过程无够透明，风险真悬。CNN 嘛质疑讲，俄罗斯把研发疫苗当作永年的太空竞赛，并不是控制疫情。美国的防疫专家福奇对这个疫苗安全的问题，目前是保持质疑的态度。I hope that the Russians have actually definitively proven that the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I seriously doubt that they've done that. 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12宣布，会开差不多450亿的台票，买1亿剂已经在做人体后期测试的莫德纳疫苗。算算的，美国目前已经甲辉瑞、高生、格兰素史克、甲赛诺菲等等的公司买几亿剂的疫苗。另外，还有超过10亿剂疫苗的优先注文权。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唔但影响经济，嘛影响少年家发展。联合国嘅国际劳工组织讲，全世界24岁以下嘅少年家，6个内底就有1个因为疫情失业，而且有超过7成嘅少年囡仔学业拢受疫情影响。新冠疫情造成全球真侪少年人的失业甲失学。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 ILO 11发表报告指出，各国政府应该对少年人提供马上协助，若无会产生八分效应，对以后的就业日程会产生长远的影响。Young people who may not have a good chance to have the access to job opportunity when they are very young or the very entry stage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consequences will continue. It's just not the one-shot game. Continue with the rest of their working life. 报告指出，今年5月受到疫情影响，24岁以下青年每6个就有1个失去原本的工作，超过7成少年人因为学校关起来学业受到影响。ILO 呼吁各国政府协助失业青年进入劳动市场，也是提供教育培训甲失业保险的福利等。而随着美国即要进入开学季节，各大学校也陷入两难。为伫纽奥良的杜兰大学就规定，大宿舍学生必须先住伫市区的防疫旅馆，并且进行为期2天的新冠病毒检测。The world has changed after this pandemic, and every person has to be thinking through how they're going, in a sense, to respond responsibly in this new environment. 全球经济因为疫情面临严重衰退，国际货币基金 IMF 进前讲，疫情可能造成过去30年来已经有进展的性别平权出现倒退。Women in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more likely to work in social sectors like hospitality, retail, or services. Industries that have been unable to operate under their normal conditions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nature of those jobs means that many women really cannot work from home.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women has been higher than that of men in most developed economies. 统计显示，女性主要所做职业较无多伫厝的工作，也较有可能被辞退。而伫开发中国家，女性是较侪做非正式的工作，互伫因难以得到政府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年底要选总统啊！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宣布，伊要找加州联邦参议员何金丽来做副手。何金丽今年55岁，伊的爸母一个是非洲人，一个是亚洲人，所以伊徛出来，嘛，互美国的少数族群拢真欢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11推文指出，伊真荣幸宣布何金丽做伊的竞选副手。何金丽是为弱势奋战的勇敢斗士，也是国家上优秀的公务人员之一。何金丽随后也伫推文表示，会尽一切能力协助拜登争取美国上悬的统势。佮讲拜登应团结美国人民，应建立一个符合咱理念的美国。今年55岁，自2017年当选加州联邦参议员的何金丽，短短2年就伫国会以真来清楚的分析，真紧拍开全国知名度。去年参加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的辩论过程，何金丽对拜登的强势引起外界关注。
自从拜登3月对外透露，伊要选女性做副手了后，何锦丽就是外界热议投何竞选。川普当时伫白宫记者会被问到拜登的副手的代志，伊表示有点意外，也佮批评何锦丽是参议院内底上卑鄙、恐怖甲无理的人。She is a person that's told many stories that weren't true. She's very big into raising taxes. She wants to slash funds for our military at a level that nobody can even believe. She is against fracking. 民主党竞选团队指拜登到何锦丽19会共同出现，在德拉瓦州威明顿市，拜登徛喺附近造势活动。何锦丽爸母是来自亚马加甲印度，这可以称作美国史上第一位主要政党的阿辉的副总统候选人。伊少年有全国的知名度，做过旧金山甲加州检察长有行政经历，加上女性甲少数族裔背景，拢被看作是对拜登有加分的作用。Obviously, it is an historic selection. She becomes the 4th woman ever to be on a major party ticket, the 3rd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but the first woman of color, first multiracial woman, first Black woman, first South Asian woman, which she has had a string of firsts in her life. 特别是顶一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伫旧金山湾区的竞选攻击政治人物，拢和中文名字究竟甲华裔选民的距离。2003年出马争取旧金山检察长的凯马拉·哈瑞森，也伫迄一年接受当地侨领建议，后名叫做何锦丽。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关心国际上的灾难，日本已经连续1礼拜高温烧热，有10个人烘热死。那韩国已经连续落雨落50多天，嘛造成42个人死亡，也是失踪。那伫英国的苏格兰东北部，昨是发生火车败马，造成3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事故现场拢是乌烟，真侪救护车大兵。苏格兰东北部的亚伯丁郡，12早起9点43分发生列车败马。Very sadly, despite the best efforts of paramedics, we can confirm that 3 people have been pronounced dead at the scene. 火势爆发了后，看到车是变甲真严重。这台苏格兰铁路的列车是双车头，阁有4个车厢。早起6点38分为亚伯丁出发，原本终点站是格拉斯哥红桥街，毋过煞伫亚伯丁市区南边15公里的斯东斯文镇败马。当时车顶有9个人，驾驶调度员甲1个乘客当场死亡，其他6人轻伤。I think that, as I understand, there was about a month's worth of rainfall in a very short period, which undoubtedly aggravated the problem there. But I think what we'll have to do is wait and see what the British Transport Police come up with, what exactly they identify as the cause of this derailment. 发生代志的斯东斯文镇最近是淹水真严重，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崩山引起这意外。苏格兰首席大臣虽然无否认可能性，不过希望交通警察部门应彻底调查。英国 BBC 引用消息来源指出，列车经过路上发生水灾，不接停。驾驶请求换铁气了后继续驶，随后拄到崩山才败马，车头甲3只车厢拢冰伫河坡。另外，雨落袂煞，还有南韩，今年雨季已经50天，创下有记录以来上长雨季的记录，造成42人死亡或者是失联，超过7200人被紧急撤离。日本是一直出现35度以上高温，短短1礼拜6000多人着山送医，其中10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目前伫捷克访问，伊讲伊嘛伫当地发表演说，几摆讲到咱台湾。蓬佩奥讲，伊知影目前捷克参议院的议长当地咱台湾访问，伊嘛学了讲，这是一件真好的代志。白俄罗斯已经做5任做26冬的总统卢卡申科选总统又搁选赢，也毋过反对者不满这个选举的结果，国内的抗议不断。白俄罗斯的警方过去3天大概抓6000外的抗议者，这是引起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的谴责。来关心，那咱台湾天气小热，日本最近嘛是小风风，因为连续高温，真侪所在高温超过35度，有3个县传出老人挡袂牢着山死亡。日本的官方统计讲，8月初3到8月
初九一礼拜嘅时间，大概有6700人着刷上病院，其中有10个人热死。镜头搁等下咱国内来关心高雄市长补选拜六要登票，香港李智英红掠去的代志嘛，正做选战的话题。民进党的陈其迈有刊广告支持香港，结果伊的对手李美珍爱陈其迈提出作为较实在。我一正是爱陈其迈，唔通敬拜选举，就替香港出来讲。香港警察拘捕李智英，也有周庭这民主派人士，和各界掀起支持香港行动。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陈其迈12在报纸刊登支持香港竞选广告。不过对手我一直认为，加竞选甲支持香港白斗阵，会互比伊变做消费。就碰到香港人香港的问题，我们来支持，表达我们的立场，来帮忙香港人。万一要到高雄来的话，我们怎么协助？你提出这样的方法，对你选票帮忙真的是附带的。你说叫8月15大家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不可取。李美珍对香港警察抓人表达遗憾，不过也感觉除了订广告以外，应该有更加具体做法。一个政府就是要尊重言论自由跟保护人权。登广告有用吗？我希望就是做务实的做法，然后赶快修订我们的难民法，然后降低那个移民的门槛，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两位对手的这期，陈其迈讲订广告是为了斗3天，若是选调市长，会甲中央合作，提供香港人人道救援加人身自由的保护。地方当然是直接负责执行的一个单位嘛，所以未来的高雄市政府，我也希望能够提供港人在他的人身自由跟他整个生活上需要协助，让高雄成为他们第2个家。而补选投票日剩最后3天，3位候选人除了把握最后机会来拜票，伫各项议题也拢真小心攻防，避免伫最后的时阵和对手超前了。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啦，高雄市长就要补选，第2摆来参选顶届输予韩国瑜的陈其迈，即马一摆转来高雄重新出发。若国民党的李美珍甲民众党派的吴益政，一摆选举，因3个候选人拢是高雄的在地人，嘛拢有提出政策，希望家己的高雄愈来愈好。咱来看公视台记者做的高雄市长补选新闻专题。前高雄市长补选3卡都的局势确定，声势上悬的是民进党的陈其迈，伊离开行政院副院长，第2摆参选市长，讲要用2年拼4冬。民众关心4大问题啦，吼，第一是产业的转型，吼，第2是青年就业，吼，第3是这建设拢有较慢着，吼，第4是包括讲空气污染的问题啦，要安怎伫第一时间会当来解决这个问题，吼，这是非常的重要。支持者拍扑啊，抢要甲伊翕相签名，因为捌做过代理市长，所以讲到市政，陈其迈完全未青分。这位高雄囡仔伫2018年的选举输予韩国瑜，刷落来去行政院磨练。陈其迈自认已经升级，是陈其迈2.0。地方政府甲中央一定要大家密切合作，吼，唔是互相对抗。我若做市长，吼，我会当马上吼，甲这国际这一寡投资高科技的产业吼，会当离这2冬至3冬内底吼，来招因来高雄投资。讲到变经济，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嘛提出政见，强调要互高雄人较好的生活。上简单的一定要互咱高雄人有好水通啊啉嘛。搁我希望咱的产业会当转型，爱有一寡软实力，你袂当拢一寡特定的硬体起甲足水，毋过咱无咱的软实力，怎变逐个所在拢变文字馆。议员做过3届，李美珍伫3个人内底上少年，毋过正前的论文事件，互伊的形象受影响。虽然我的知名度本来就比较慢出来嘛，我等50天的时间，我要那扛迄个准备2冬的，准备几若届的选举的人拼，毋过我嘛是会拍拼。50几天爱伫个高雄的38区行透透，对李美珍是一个大考验。伫个同一天宣布投入市长补选的，阁有伊。把818亿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们？若不是，请你讲清楚。我们必点点嘛，
亲民党的市议员吴益政代表第三势力呛声爱中央行钱，不是南北平衡，各自发展。我们讲叫人大家有我白白哦，这会散，不是对抗这个极端政治。要这个极端政治爱解决安尼问题，个贫富差距爱解决，拼经济，也免那个顾环保。吴益政做过5届议员，这摆伊是甲民众党合作。虽然声势不如头前2位，不过伊希望高雄人唔通搁看政党。这是站在一个主体性，就是讲你了解问题本质。不是用政党来看代志。外界认为这摆市长补选是无对等的三卡都，不过纳入8拢杀出高雄的在地人，嘛提出政策，就等15号看高雄人到尾做出什么选择。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来关心立委集体受恶洗这个案，检调去敲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的徛家，有超出300万的现金。徐永明讲，这是甲一个部会首长借的钱。这个首长到底是谁？有人点名讲是交通部长林佳龙，也毋过林佳龙出面驳回。太平流通前董事长李恒良行下警备车，昨日搁再出现台北地检署检调侦办立委涉嫌集体收钱案件，新侦问涉嫌做白手套的假启明了后，再去搁再提问李恒良。而国民党立委陈超明的主任杨文义，找伊10万块交保了后，传出涉嫌甲其他证人接触甲密证，检调11团怀疑到案，并且审问了后成案。昨日下晡调开羁押庭，判伊裁定羁押禁见。我绝对没有问题。而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被判以认定只有其有行为裁定80万块交保，即阵又搁爆出案外案。有报道指出，检调伫徛家保险箱抄到300万块现金。伊讲这是甲中央部会首长的私人借钱，互周一课伫电台节目中暗示，这个部会首长就是交通部长林佳龙。错误的这个揣测跟渲染，好，那可能会触法，好，我们也会在这方面来了解，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跟清白。另外报道指出，徐明讲当时要台塑科董事长廖子成在场，检调怀疑这笔钱甲台塑科今年申请 NCC 协调审查有关系。不过 NCC 强调，绝对无正当外力介入过完审查。检调的这些相关的所谓的侦查活动，我们基本上不予评论，我们也尊重。那我们只是呼吁我们的所有的新闻媒体要落实这个事实查证的基本原则。国会跨党派立委涉嫌贪污案件是愈查愈多，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讲，总统蔡英文对党内立委苏金清贪污收钱是真生气。听说小英好气哦，好生气。他生气是一定的，他的个性，他私下他对这种事情他都很生气。没有听到他骂，但是我看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看到他脸都很臭。民进党廉政委员会11调开临时会，经过廉政委员讨论了后，决议甲苏金清停权3年，未来看案情发展，再搁做进一步处理，相当应讨论除名。而苏金清昨日经由律师表示，即日起主动请辞中常委、中执委的职务。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真侪人关心的焦点，就是台中有人食汉药食到重金属铅中毒。检方继续追查，发现阁有其他的中医诊所嘛有开这款汉药。市长的中医师嘛互送法办，以10万块交保，即马伊的诊所爱停业1个月。12起由检警甲卫生局调查的空人中医诊所，12早起也是照常营业。不过要到的时阵，医生亲身出来打休困的公告。没有，就在调查中我就说先讲，好不好？到下晡，民众去探望会当互医生看的时间，诊所的人员表示会阁另外通知。明天再来吗？还是我们再通知，打电话通知好吗？患者听到真实的医师涉嫌违法使用已经互禁用的注射掺入去药仔内底，是唔敢相信。他这是针灸，大的外伤的。台中市卫生局配合台中地检署侦办调查中药材甲药仔重金属超过标准的案件，发现限量药业除了提供注射予姓同甲九府中医诊所，还阁提供予北屯区的空人中医诊所。医师坦白讲，伫咧106年到107年之间，有提供予患者使用。台中市卫生局以违反医师法罚12万，而且下令爱停诊1个月。嘛以违反药事法移送地检署，检方侦讯了后，医师张胜伟是以10万块交保。张医师违法使用朱砂，且未详细记载用药内容与病例，以违反医师法，共裁罚12万元，并要求张医师停诊1个月，静待司法调查。另外还移付医师惩戒委员会惩戒。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到8月11为止，
去病院做检查的人有173个人，汗药的检体有267件，血内底盐的量超过标准的有16个人，拢是食性动中医诊所成分不明自费的药粉，甲用纸的汗药，还佫有救护中医诊所的天王保心丹、甲珍珠五宝散。因若含量药业的注射，敢也有流去其他的所在，还佫伫咧调查当中。台中市卫生局提醒民众，因为注射早就去防禁止用伫咧药材内底。若是捌食过性动、救护、甲空人这3间中医诊所自费的药啊，若是有疑虑的民众，会当甲卫生局申请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记台再见民主先生新闻专题，今日要带乡亲来看前总统李登辉对后辈的影响。前台北市长黄大洲是前总统李登辉的学生，伊个不管是伫学问、政治，也是人格，黄大洲讲，伊拢对李登辉的形象学到真侪。管线都有用了，只是让他心脏还可以跳动。人生最后都是这样子。想起7月30日李登辉过身迄天下晡3点外，去北营看李登辉最后一面。前台北市长黄大洲也是李登辉伫咧台大学生，说出伊对这位老师真深的感念。我有一年在康乃尔大学重叠，我去念硕士，让他到康乃尔大学念博士学位，也要考试、写论文，也要听课。42岁哦，我那时候我真的想，我是佩服他人格上的特质，忍力、毅力，撑过去。黄大洲对李登辉真钦佩，伊讲李登辉读的甲写的物件真多，伊思想的层面是深搁阔。伊伫咧1978年做台北市长任内，起翡翠水库，供应大台北地区500万人的饮用水。1981年做省主席，做二重埔疏洪道，解决台北市地区常常做大水的问题。引起足大的反弹，因为我也伫遐选举嘛，5个新增，爱叫围着的人吼，地主有诶交甲无力哩，讨厌李登辉啦，因为伊的财产等于10亿的财产，反正全部5000万啊。但是迄条好你家在迄阵有做，地价一直起，后来政府若要用征收，迄不得了，可能要开100倍，台北都反正饮水饮几啊届。除了水利工程，李登辉也注重农业发展，拄着农产品低消，伊并无限制伫咧英国学着经济供应平衡的原理，伊了解着爱适时运用行政的宽导力，这也启发黄大洲伫咧做台北市长的时，顺利解决鸡卵低消的问题。台北市有78000万工啊，我不能够命令你买鸡蛋啊，我告各局市所回去鼓励劝导一个人买2打。2打差好像40块左右嘛。2个礼拜之后，他们说谢谢市长，价格平稳了，那给农免抬啊。所以我学到他这一点。伊是一个无魅力的李登辉啦，李登辉是有伊的魅力啦。伊坚持的代志，我就管台你讲啥，我就是要做。这种气势吼，黄大洲互人感觉袂出来。毋过就是点点。是点点啊做。前总统李登辉伫咧做台北市长任内，提出台北信义计划区做省长的时，甲圆山动物园刷起目沙，提升地下水系统的建设工程。伊的执政经验也提供政治后辈未少参考的案例。记者民警长随夏桂林台北报道。来关心宜兰大溪的老爷酒店进前发生那亲像食物中毒的案件，昨昏化验的结果初步出来呀，发现讲这水、食面、环境拢无问题，也毋过伫一寡走别的人客甲餐厅的工作人员身上拢有验出诺罗病毒，敢是集体烧过，即马搁咧调查。人去食饭了后出现吐甲流的镜头。宜兰大溪老爷酒店部分餐厅继续营业，卫生局事发了后采检送验，已经完成9件，包括刀具、边顶环境检体、食品甲饮用水拢是阴性。另外有9件检验中，也毋过人体检体是验出诺罗病毒阳性。人体包括了个案，就说腹泻个案以及厨工。厨工是不是？对，工作人员我都见。工作人员有腹泻的个案，大多数是无症状。这件造成164人通报症状，92人送医的疑似食品中毒案件，确实原因有待调查。
诺罗是属于维登岛的病毒，主要是照着粪口传染。维登区医师指出，伊的传染力非常强，少量的病毒都会当传播。它也未必是靠食物，然后有时候也是会在一些环境，比如说是一些餐具啊，或者你使用的说碗筷，如果它本身就被污染到的话，那就吃进去就很容易中标。医师表示，诺罗病毒无法度透过酒精消灭，只会当透过定洗手降低病毒的有效浓度，降低感染的严重程度。要消灭伊上有效的就是漂白水。可是我们一般不会用漂白水来做洗手，或者是漂白水来做餐具啊，或者我们环境，比如说你餐桌啦这些清毒消毒。所以其实它如果真的一旦引起传染的话，通常都是那种比较大规模的群聚的感染。另外，检出阳性的餐厅员工无症状，医师表示也会有传染力，也毋过强调，确实感染源甲方法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大家老爷发出声明，再次对消费者致上上大的抱歉，也表示无症状的员工拢已经回去，7天了后复工会调离强线场合，也要求员工若发生胃肠症状，需要随通报并且就医，症状解除了后才会当上班。记者综合报道。过来 LED 的大厂光瑞科技最近风声讲要甲员工洗头路，另外理想无地嘛风声要全球性的裁员，咱台湾这边大约有50个员工会受影响。过来有名 LED 厂商广利最近的实施人力精简计划，根据报道指出，广利因为全球疫情严重，主要客户后尾订单大幅缩减。第二季营收公布，一季的减少幅度超过60%，才传出组织人力调整计划。不过，特区管理局讲，也未收到正式裁员计划书，也伫了解中。广利即阵总员工人数大约是1300人到1400人，若是甲外团裁员幅度1成差不多，会有上百名员工遭到资遣。不过，产业分析师认为，主要是广利产品线大幅调整，对过去的系统照明产品专攻半导体感光、感测元件，所以才会出现人力调整的这个计划。属于半导体相关的感光元件或者是感测元件这块，其实它还是维持获利的。系统产品这一块在第二季却开始出现亏损的一个情况，产品线的一些转换，那所以它必须要面临一些人员的一些裁撤的一个，或者是人员的一些调动的一个情况。产业分析师讲，广利近年来营收趁钱拢是正成长，无出现了钱情形，只是最近受到疫情影响，甲往年相比，营收衰退袂少。不过背后大股东是世界第一大 LED 的厂商，日本厂商利亚化，体质良好，只是最近因为市场排解力爆发经营权之争，即阵佫爆发裁员消息，佫在引发关心注意。林纳国内电子大厂受疫情影响，全球有名的网络浏览器和服开发商 Mozilla 也传出全球大裁员的计划。外电报道 ，Mozilla 宣布要甲全球的员工裁掉1/4，大约是250人，其中也包含收掉在台北办公室，受影响人数将近50人。而即阵台北办公室员工依然正常上班，台北市劳动局表示，也未接到正式的通知。这是全球性的作业嘛，就是在台北办事处要收掉的话，那也要经有大量解雇的程序。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台北办公室收掉员工若是全部裁掉，就要依照大量解雇法规定办理，向台北市劳动局提计划书，包含有效安置作业来确保员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拢爱闻芳味，啥人爱闻臭味？臭味是臭毛毛。无讲你毋知，闻臭有专家，而且佫会当趁钱。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有训练专业的闻臭师，专门闻歹味做鉴定。透明的气缸内底插白色的气纸，枸杞缸内底有2个气纸插无同款气味的液体。刷落来，闻臭师就会利用伊好闻屎的能力，找出气纸内底的气味，连续过5关了后，就会当来检测环保局送来客载的样本。本身没有什么过敏的鼻炎啊，或者是鼻塞闻不到味道，或者是说化妆品有味道会影响到我们的结果的，或者它不能够吃辛香辣的那个食物会影响到我们的嗅觉，这些都不可以。屏东县环保局表示，屏东县检举臭味的案件一年有1000多件，是各种类型环保案件内底上侪，一个月捌有300多件遐侪。以一届出动6个闻臭师来算，差不多都要开3万块。目前国内敢若有新竹、台中、甲高雄等少数的地方政府有设气味关联测定实验室，
所以屏东县环保局大概若要检测都爱外包，毋若有经费的问题。上重要的是气味有时间性，有当时外包排的时程若较长，就会增加检测的困难。稽查人员进行采样完成之后，就可以把这些样品交给我们自己的实验室来分析。这样子的做法可以更加的有效率的来掌握到民众澄清的污染的问题。屏东县环保局目前训练36个专业的稽查人员。除了做污染源的搜证以外，还佫和卫生局17个片草师合作，成立气味关联测定实验室。8月27正式启用了后，估计会当改善屏东县臭味的来源。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旧历7月初7亲娘妈生时，拢会替囡仔做十六，代表囡仔当大人。台南市政府今年做16个成人礼，嘛是依照鼓励。伫中原部今年拄正满16岁，新同学嘛报名参加台南做16岁成人礼，代表当大人。好像是做16岁之后成人嘛，我至少成人了，成人还不错，会负起责任。对啊。应该小孩子觉得说一个过程啦，他会自我约束，对。这16岁是台南本地的传统成人礼风俗，参加的人伫参拜神明了，跟能过照母宫上顶当大人，永过拢是个别时家己举办。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台南市政府就扩大办理，而且免费。佮和个别市合作，推出有传统特色的成人礼仪式。设这照母宫就是以16岁到啦，来摆出这个照母宫，就是咱这届的主题，就是出来以后，他要成功起航，有必要把公民教育，还有他的一个这个社区主体意识，还有城市的一个印记，能够在他念书的时候就能够让他传递到。今年除了有10公尺高是有史以来上悬的照母宫，佮有勇闯山海圳的行程，会经过台南各区的大庙，一步一脚印，上顶学生囡仔步步高升。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疫情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咱政府嘛有推出3倍券，按算要逼出1000亿的效益来救经济。大家3倍券开甲单敢好开？咱政府的目标敢有法度达成？咱实地来去开看卖，看进行3倍券有创啥物款的问题。趁着拜六，阮来到家人有名的庙口美食街林山路上，互人流翠暖的点心真济，人也真济。详细观察，街路无人使用振兴券付款。一问才知影，林山路这一带竟然有达到9成的摊商，拢同齐拒收振兴券。我们这种小摊商比较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啊，因为它那个面额比较大，因为那个也不找零啊，压很多在身上的话也很危险之类的，不见得那也没有人负责，银行也不会帮我们先收啊。政府设定振兴券无找钱，也毋过伊的名额是200块起跳。这互袂少商品，人家甲介绍的业者看会到食袂到是真着急。其实，敢若要找钱的问题，就成为目前振兴券交易上普遍的几率。但是他又说，如果商家主动找零的话，他们不做限制。我们消费者如果真的要求商家找零的话，商家不会答应吗？他一定会为了消费上的方便，为了争取生意，一定会答应的嘛，因为那个限制也很难去达到那个限制上，因为没有法则嘛。那基本上我们不会对于这件事情去做处罚，因为台湾毕竟还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其实原来设计每一张面额它有一个固定的面额，那我们希望说。大家消费是尽量超过那个面额一点，可以扩大它的一个消费效益。那不找零这个原则也是一直都在。政府说明甲真清楚，也毋过这评却无啥清楚。也不怪林山路的摊商也是坚持收现金来避免困扰，只是敢讲无有较好的办法嘞。尾仔嘛。台北的宁夏夜市开始闹热，同款是平民点心的聚集，因拄到甲家人林山路相款同款的问题。小摊都还不一定有办法吃到500块，所以如果以面额200跟500在我们夜市里面，200勉强说好用，500真的不好用。无好用要安怎办呢？一行到夜车口，就会当看到有民众提振兴券兑换几啊张的区协会币。
然后来我们夜市协会可以换这个券，就比如说我买2卷100块，就刚好使用2张，很方便，真的太方便了。顶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宁夏夜市的变通解决民间带来的纷争。记者综合报道。记录生活点点滴滴，有人是用写字的，有人用翕相，嘛有人用画图。台中有一个妈妈3年前开始学画图，伊是画出讲台语过日子的生活，伊即妈妈用台语讲故事给大家听，希望保存咱的母语。这是我推荐大家去台中爱食的物件，一定爱去食啦！你毋捌食过，试看卖啊咧啦！这就是麻薏。家己画图记录心目中的故乡滋味，伊是陈庆荣。因为做妈妈了后，注意到语言甲环境互相影响的关系，开始画图记录生活，记录台语。新竹的外来人口较侪，啊，伊本身是客人较侪，啊，因为我就想讲，我有当时去菜市仔买菜迄当阵，我用台语要甲头家讲话，因为当时听无我咧讲啥，啊，我才有啊，这是新竹，毋是台中安尼。换一个环境，语言就好亲像无啥会通。陈庆荣开始注重囡仔语言教育，伫新竹有参加共学团，跑登去故乡台中，也找时间用台语讲故事给大家听。惜白的话放伫嘴内，唔敢讲，只好亲手一笔一画，照水写字。透过讲故事的时间，给大家伫生活中有讲台语、讨论台语的机会。听众朋友因会反应真趣味，因会感觉讲哦，原来这句爱安尼讲，因袂晓讲，还是因根本都袂记哩安怎讲啊？啊有一种帮因复习的感觉。这袂晓啊，这要安怎样？我的感觉就是爱定定甲囡仔讲台语，台语真正讲起来就水的。大家伫假日时啊，做伙伫美丽大自然听故事。陈庆荣嘛要继续用伊充满感情的图画，甲对台语的热情，和大家用台语博感情。记者杨淑晴、张学水台北报道。世界正心息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继续伫全世界探影响经济，嘛影响观光业。东非的国家卢安达即马就推出虚拟的旅游，互民众伫厝内就会当去佚佗做虚拟的旅游过瘾。经济分析师是认为讲，虽讲虚拟的假的无法度取代正港的，毋过加减嘛有帮助。很好相机过去2年来，卡朗外形影伫东非国家卢安达有名风景区出现。伊认为真侪卢安达的美丽风景伫谷歌地图就算放大搁放大也看无。When I was walking through Google Maps, exploring the world, I like traveling, and I realized Rwanda as a country, and in general also Africa, was underrepresented on Google Maps, on digital maps, and this is where the idea came from. 相片配合音乐，互民众伫厝内底动手镜头啊，就亲像伫个国家公园甲美术馆共款。It's unfortunate that the pandemic hit the industry in general, but for me as a virtual tour content creator, it was actually an opportunity. 原定伫卢安达开的45场国际会议，因为疫情取消。卢安达失业率为15.5%，冲破42%。今年到目前为止，经济损失4500万美金，超过13亿新台币。去年旅游业经济产值146亿新台币，今年煞真亏险。This time in the year, it's our peak season, our busiest time, and we don't have a single tourist in the country yet. It's affected everybody because basically everything came to a halt. 这几年来，卢安达开发车花旅游产品，行路较有大生生，毋过惊病毒拓开，政府限制国内团客免超过8人。政府4月底要甲真一间科技甲环保团体合作，推出虚拟实景的大生生之旅，为抢先部署后疫情时代，决定投资5000亿美金，提升旅游业，走向科技甲数位化。So the virtual tourism would create need for the people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I would say tourism activities for which people don't know. 经济分析师认为，虚拟旅游当然无法度取代实体旅游，毋过应作为行销工具，吸引暗中的消费者。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今仔日的天气稳定，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高温是32度到35度。过到了后有西北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 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将真顺心，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头家。我这个人哦，平常时啊除了赚钱，无啥物特别的兴趣。人个要讲，可能就是买车啦。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轿车。轿车汉字写作轿车，罗马字写作歌谣轿、私压车。 轿甲车拢是第一条，轿车就是私人咧驶的小型汽车，嘛叫做自家用的轿啊。若是租的，就叫做海轿。因为轿车是咱台湾真普遍的交通工具，会晓驶车就称作真重要的功夫。咱对车嘛要加减啊慢，才袂驶车驶甲咧过路。 过路就是车歹去，停在路边等人修理的意思。咱去保养车的时阵，较常做的有换乌油、顺麦德里、火珠啊、护丝啦、方向灯、大灯、卡动灯、handle路等等。 拢爱巡一摆。车咧保养的时，会看到师傅用铁人甲规只车夹起来，伫车骹软来软去，咧巡轮啊、挡皮啊、引擎、引动。3分5时嘛爱巡看卖，敢袂有乌烟？无，若车做捌杂啦车，死到红罚钱就算袂好啊。 保养的时阵，有时爱换部品，啊部品有原厂的，嘛有台码，介绍无同，好歹嘛无得确。俗语讲行船走马3分命，意思是咧讲做交通运输这道的，因的性命风险加真悬，做工课时本地就较危险，爱较细致咧。例轿车、乌油、火珠啊、护丝啊、挡皮啊、handle路、引擎、行船走马3分命。买车该欢喜，驶车爱细致。节目看了后摆去保养车的时，咱就会使用台语甲师傅开讲啊。 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你在冲啊！